為全方位推動澳門旅遊家嘅發展，旅遊局於舊年舉辦知遇於行行程徵集比賽，鼓勵學生及公眾發揮創新思維，利用澳門嘅旅遊及研學資源，設計結合學習與旅遊體驗嘅行程，發掘研學旅遊嘅潛力，促進旅遊家教育跨界融合。比賽頒獎禮尋日喺第13屆澳門國際旅遊產業博覽會上舉行，頒發學生組及公開組嘅金、銀、銅獎及友誼獎。旅遊局更安排澳門旅遊相關協會與公開組金、銀、銅獎得獎者即場簽署合作意向書，促使業界深入挖掘獲獎作品嘅可行性及推廣價值，將作品轉化為產品推出市場。我哋喺評選嗰時候咧，我都睇到啦，咁其實係好有創意嘅，咁亦都睇到咧，亦都係可以話好融合到我哋而家我哋嘅研學呢一個咁嘅板塊。咁亦都睇到啦，係一啲新嘅一啲路線啦，作為業界都好啦，都同一啲相關得獎嘅作品咧，都簽訂一啲嘅合作嘅協議，希望能夠咧係將一啲相關嘅作品咧係能夠咧擺到去我哋一個實際嘅行程入邊，咁從而咧能夠咧係豐富咧我哋澳門嗰個研學嘅元素喺度。因為研學啦，咁可能最快嗰個可能就係今年嘅暑假，咁我哋今次簽咗之後咧，我哋好希望能夠我哋即時咧係能夠通過3個協會啦，能夠將行程咧係俾到我哋嘅旅行社，咁由佢哋旅行社咧同翻內地啊或者香港啊一啲相關嘅研學嘅學校咧去推廣我哋新嘅一啲路線。比賽分學生組及公開組2個組別，參賽者圍繞國情教育、古今並置或者文博探索其中一個主題，選擇合適嘅旅遊及研學資源，設計3日2夜嘅行程。公開組金獎組別以古廟宇建築為載體，透過遊戲式活動認識歷史事件，提升青少年嘅家國情懷。當然係非常之高興啦！咁如果係真係通過今次呢啲研學嘅行程去進行嘅話咧，佢哋唔單止係嚟睇到澳門一啲靚嘅景色之外，係最重要係可以真係提升到佢哋譬如歷史方面嘅真實嘅一啲體會啦，中華文化嘅一啲感受咯。我係特別設計一啲遊戲俾佢哋咧，咁其實佢哋可以係親子嘅活動嚟參加嘅。咁嘅話，咁就可以大大增加咗我哋澳門嘅一啲客源咯。學生組金獎組別則以澳門嘅婚慶文化為切入點，結合景點遊覽以及文化體驗活動。其實婚慶文化係一個好好嘅切入點，可以反映到澳門獨特嘅文化啦。其實因為我哋都留意到旅遊局推出咗一個婚禮旅遊獎勵計劃，其實呢個旅遊獎勵計劃都好大程度咁樣去支持我哋去將呢條路線更加去運用去投入呢個澳門嘅一個社會啦。首先，我哋好開心可以俾佢哋採納我哋呢個方案啦。我哋亦都希望通過呢個機會，可以讓我哋呢個諗法推廣俾更多嘅人，從而去推廣澳門嘅文化啦。今屆旅博會呈現多個新亮點，其中將文博研學展區擴容2倍，廣東省博物館、浙江省博物館、山東博物館、山西博物院及河南博物院等10間文博機構參展。澳門大賽車博物館與澳門科學館更首度參展。展場內舉辦第2屆港澳青少年內地遊學聯盟澳門推介會，旅遊局將繼續推廣及鼓勵喺澳門舉辦旅遊家教育嘅相關活動，促進旅遊家跨界融合以及學生旅遊發展，提升澳門作為研學遊目的地嘅吸引力，助力推動客源多元化，擴大旅客市場。